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如果你仲諗住喺中山西區買樓嘅話，可以睇一睇我身後呢個華潤公園四季啊！咁其實大家可以睇翻呢邊呢已經係全部起好晒噶啦。咁點解特別嚟介紹呢個樓盤呢？首先呢個樓盤啊，配套非常之好啊！隔離呢就係有中山市嘅三甲醫院、市中醫院同埋省一級嘅重點小學西區市中心嘅中心小學啊！咁首先呢度呢，第一已經係現樓，第二嘅話呢邊嘅使用率係非常之高噶，可以睇翻我哋成個園林呢係整得非常之靚仔嘅。新嘅一年呢係有新嘅好消息嘅，咁而家呢華潤呢邊咧係推出咗一批非常之優惠嘅房源呢，首先單價1萬蚊起就可以買到我哋嘅精裝現樓啊！咁而且最低嘅話首期5萬蚊，月供3000幾蚊就可以上車我哋呢個華潤嘅單位啦。咁而家跟住我鏡頭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。咁而家呢就係嚟翻我哋嘅示範單位啦，95方嘅，咁成個單位呢係3房2廳2衛，帶埋精裝修交付嘅。可以睇翻我哋成個客廳呢係非常之闊着嘅，同時呢係帶翻我哋一個6米長嘅一個大陽台啊，非常之舒適啊！咁其實中山市西區呢個位置呢，生活配套非常之方便嘅。咁隔離呢就係中山市嘅中醫院啦，咁同埋呢教育配套都非常之好嘅。樓下呢亦都會有大型嘅一個商超喎。咁其實華潤呢個發展商呢係央企發展商嚟嘅，非常之有實力嘅。而家成個樓盤呢都已經係起好晒㗎啦，全部都係現樓啊，無需要擔心啊！咁其實呢個單位呢，首期5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買到啦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街坊呢，可以評論區留言俾我，我將詳細資料發俾你哋。